请大家准备好。现在，我们开始修炼由张洪宝老师创编的《中华养生益智功语音助气通中法》。好，大家先把姿势调整到最佳状态，坐、卧、站均以自然舒适为宜，越松越好。请眉心舒展，面带微笑，把远处的声音收入耳底。现在由光明体遍级放大师父的产能，为大家代练开通中脉，大家放松体会身体的能量被磁化，能量剧增。我们观想百会直达会阴处的人体中脉是淡蓝色发光的透明的空心的管路，师父向我们脐轮下丹田处投入一个火球，随着师父的导引，我们把火球沿中脉降至会阴处。师父发出为我们开通中脉的音波能量，师父的音波照着它的全部功能功力，为我们正通中脉。我们随着师父开通中脉的音波，推动火球沿着中脉上下运行，经海底轮会阴、生殖轮、脐轮下丹田、心轮、喉轮、眉间轮、顶轮百会，在人体中脉处升降，放松体会火球循经中脉与中脉脉壁摩擦的欢快愉悦感上，进入了深层意识的修炼状态。我们在这种天人合一、师生合一的状态下，中脉被带开。开始修炼时，中脉气路于中指大小，习练一段时间后，中脉会变粗，直径于拳头大小或更大。重点放在体察火球真气光能循经中脉沿途的微妙感觉上，久久习练，中脉自然觉成。
皈
会现在收工。搓双手，擦面，干梳头，指尖要接触头皮。开头，摸耳朵，擦大椎，仙鹤点水，
以阴助气通周法修炼结束，祝大家愉快。我们把一切功德回向给师父，感恩师父。